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內地男子偽造截圖詐騙兌換檔，交易期間被揭發並爆發爭執，有人為脫身，竟然向警方報假案，誣告對方搶劫。涉報假案嘅內地男子姓冉，29歲，報稱工程人員，涉案嘅兌換檔為非本澳男長者。治安警前晚9點左右通報司警，報案嘅冉某被一並移交司警跟進。調查期間，冉某聲稱當日下晝約5點同涉案兌換檔交易轉賬36,600蚊人民幣之後，對方要求取消交易並搶返到手嘅4萬港元籌碼。爭執期間驚動保安，向治安警報案。司警人員經細查同驗證之後，確認冉某事先以手機軟件偽造轉賬截圖，之後同兌換檔交易。兌換檔交出籌碼後，發現未收到轉賬，要求取消交易及取回籌碼，雙方爆發爭執並驚動保安，最終被冉某誣告搶劫。警方以巨額詐騙同誣告罪對冉某落案，移交檢察院跟進，而有關非法兌換行為將另外立案處理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